去这段时间，利奇马风台的暴风科飞过台湾，这个风台的环流雨势嘛不断刷入北台湾，台中以北拢来落雨，其中伫个新德县的山区，更加是落袂少的雨量。为昨番暝12点到晚昼的11点，新德五峰乡的桃山村就累积的雨量220.5毫米，尖石乡嘛有216毫米。早起7点外，尖石乡上道13公里的所在有土石放落来，交通断路。就惊这个大雨会带来灾害，所以新德县伫个前一天就做预防性的撤离，先甲当地乡亲安排到安全的所在。先生、大姐、大哥们，台风来喽！哦，赶快撤离哦，这边是前市区哈。远景特警去提醒，就是希望讲这个住户会使趁风雨要来进前，赶紧撤离家园。这个居民嘛真配合，大家物件关了到安全的所在，伫七八下晡5点就已经完成撤离几百人。这摆利奇马风台来带来上济雨量，就是伫新德县，为7到0点到11点为止。伫新德县五峰乡桃山村累积雨量到22米呢，新德县的尖石嘛216米呢，另外伫新德县五峰乡雪霸农场有212米呢。因为落大雨，伫新德县尖石乡63乡道13公里的所在有崩山，造成交通暂时袂通。乡务所已经紧急派人去清除，所以讲提醒民众，目前山区的土石共款真松软，有可能会崩山。提醒乡亲，若无必要，避免上山，安全较要紧。